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佢在到對嚟邊咧好見嘅節目，接落去聽王定一禮拜講家己出來煮物件，誒話題佢接落去講，嚇葡萄牙對嚟啊！然後前個禮拜咧，都會聽到，我特別聽到後尾嘅聽到葡萄，哇，做個了，你看這間樂觀厲害，了啊，好我看隻叫嚟練胖啫，胖嚇，胖搞演講。搞，那時個要叫人老掉後尾時，該聽到葡萄牙會告訴叫，該看，啷該看到葡萄牙嘅葡萄，啷特別等後尾時，伊卡開剛看你葡萄嘛，確定是。然後所以當然接落去聽，頂一禮拜講不了話題，我家己煮家己食。各位聽眾，你特別講煮這種就好，就用煮呢，這裡。等看，這是豆腐呀。這是 OK， 這個係咪在啊？應該學到炒豆仔，嗰個藍菜都在哦。藍菜下在。都用藍菜。藍菜係咩？藍菜炒個豆腐，加個白脆。哦，豆腐加白脆啊！藍菜係咩？我唔知喎。藍菜是我呢啲肉菜咯。嚇？我呢啲菜，我呢喺你近。乜我哋有冇？配唔配隻誒？我哋係咪有啊？我去夾你看。干哪係肉。干哪係肉，我嚟食。冇啊，干哪係肉，我嚟食。干哪嚟定住佢。你有冇食掉啊？你是講 bay leaf 是冇？唔是 bay leaf，干哪？干哪我嚟肉，我嚟安尼定，我嚟食。肉我嚟食。真係喎，一煎了嘅，一是成個雲內邊一煎 marinate 了嘅。哦，你是成個人食食梅嘅，你看你菜伊有。做咗人嘅食梅嘅。絲星菜嚇。爛菜啦。係咪幫爛？幫爛菜啊？這是叫做橄欖菜啦。橄欖菜。橄欖啊！咁即叫橄欖菜嘅。因為一根等話叫橄欖菜嘛。哦，橄欖菜。誒，我唔捌看過，I think 我唔捌看過，我冇食過。我唔捌看過。我 live vegetable。生嘅咯，味素水嘅啊。冇講到水啦，冇講到水。有嘢咧水味素。有人食梅配橄欖嚟看咯，伊內面嗰啲是有籽嘅就。哎呀！有籽就要剪大粒嘅啦，你食落嚟嘛。伊是軟軟，是長長嘅，係咩？你學啊？我哋你看。你我看。你我你簡單我看，我你簡單曉我看抄到。B 看，叫你驚佢。冇甩佢。叫我冇甩。伊那邊是水嘅是冇？伊 preserve 了。伊冇水。鹹呀。伊係味真重嘅，伊叫味真重嘅。要會味啊？哇，男仔你係食看起來真好食啊！咩物件嚟嘅？你看。我做位冇。哇，男仔你真，你做下面。哦，你看，伊呢成個炒呢喎。成個喂，成個，you know what 講呀？成個你。我食出來是鵝還是青？青就。我青。阿咪 green。英國中你知唔知看成個咩？成個我係厝嗰啲厝遐為啲曉條塔啊，咱係夾對曉條塔嘅。伊個 recipe 咯，香港嘅 recipe 嚟嘅。哦，我即係麻子咯嚇。都係佢脆咯。OK，所以佢用下面，佢哋是用做下面嘅。又嚟炒，又嗰時又嚟配梅咯。配梅咯，嗰時又嚟炒上，又嚟炒白脆嘅豆腐咯。緊張。你知攞埋佢哋做嘅都誒，價一共。嚇？因為地位來嘅，你地位來嘛。我人啲車，我人就廿幾拿關可以咯。哦，我冇看到。你買小隻嘛？我冇看到。所以佢哋是你知有一隻食掉呢嚇，一隻講隻食掉呢嚇，伊三隻夾了食梅就。係啦，以前我買嘛，然後我買真正愛食梅。
哦，你去找香港嘅店就特別有啦，因為這種香港人食嘅。我唔係食。對，啊，未貴啦，這邊嘅燈籠嘅係點啊未？伊是唔是啊鹹？係點啊？可能是香港嘅人伊是唔是鹹啲鹹啲？伊無鹹，伊鹹嘅無甜，冇啲嘅鹹呀，這個鹹菜啦。冇冇香冇香。一般無鹹菜，安尼下面無鹹菜。這是咩糊？豆漿糊。啊，哦，豆漿糊。豆漿糊。豆漿糊做咩嚟？豆漿糊。我食噶。有條糊。係咩糊嚟？這是？唔係，因為這裡味所冇熟解咯，安尼簡單菜有安尼，伊有像個炒生嘅味所安尼咯，有人冇熟解，有人冇熟解啊。哦。然後比較吉利嘛。南西啊，南西我俾講你聽，你會記唔？我頂擺我講我俾炒菜線嘛，你講係伊個什麼嘅胡椒啊？胡蘿。當淡薄。哈，淡薄你做咩用淡薄誒？我冇聽到你講啊，我係小姐啊，鹹。成個椒啊！小姐啊，你味成個臭椒飯呢？係淡薄呢，你想搞到搞到你係淡薄呢？睇下我制啦，睇下我制啦。我對我呢淡薄我成個冇夠。胡蘿先咧，胡蘿。我都係個。嘅spaghetti 本嚟係 fish sauce 嗰隻哦，就好似呢個 spaghetti。你知係咩數冇？你知係咩數冇？你知係咩數冇 ？Fish sauce 有真正隻 MSG 嘅。啊，對。是。上個路係，伊上個路係。Ajinomoto 嚇。就可以味所出。對。而家未使幫字咯，淡薄嘅嘢。嚇，淡薄呢一點兩點。誒，叉背都淡，叉背係淡薄胡蘿，咁就好食叉背。嚇，炒背都係小姐啊，係小姐伊炒椒飯。伊變咗烹起，你真係小姐炒。誒，炒椒飯咩？別啦，啊，啲你是唔是俾到椒？ammonia。我看到有物件喺邊。俾到椒呀？你話barbecue嘅，即係是 salad 嚟。啊，你加隻菜包冇？加隻菜包。個 rocket。菜包。佢咧叫啲 B 個一兩叫 arugula。哦 ，arugula 嚇對。啊。但 horseradish 有咩冇香？冇 horseradish 唔是這類 radish。horseradish 是成個姜呢，像 wasabi 嘅。啊，成個姜呢，這類 radish 是冇香，這類 radish 不亂。這是 cherry radish 嚟。啊 ，cherry radish 卡你加一成個食。一隻棒光呢，亂。啊，我有放胡椒粉，這裡我有放胡椒粉加 balsamic vinegar。啊 ，balsamic 哇。呢啲是屌啊！是屌啊！對面是屌。正正 salad 好似係嗬，是落愛切到是那夠薄，愛真正薄嘅食，愛攞愛夠，一種愛食好食嘅 salad 咧，就是愛做得出來好食啦，就是愛切到真正薄，睇你 salad。薄。口感是。你迄個毛是迄個屌係。屌。唔是，我哋毛是 fennel 嘅。哦 fennel。fennel 即係裏邊有 fennel。啊，我食過隻 fennel 個 orange 係隻啱咗隻誒嘛 fennel。orange 咁，orange 係實屬邊。水柑加有長頭，我看條長頭。arugula 叫咩啷？英國人叫。rocket 啦，成個嗱 rocket 啦。spaceship 啊 rocket。哦 rocket，哦，做咩是叫 rocket 咧？伊成個 rocket shape 呢？唔知啊，你諗叫arugula zucchini 嘛 zucchini。嚇，啷叫咩咧 ？courgette。我叫 zucchini。嚇。zucchini 是係呢隻甜味食咯。馬來較濟是對美國。誒，叮當馬來啊，唔是。barbecue 嘅啊。我係叫我聽到馬來西亞嗰啲是對英國嘅嘛，我知道對佢啊，人講話哇，淡薄美國腔嘅喎。嚇，伊人講用伊個 R 無像嘅，伊個 R。我聽到 radio 我講 ，Oh my god！ 我就擺聽聽到我細漢大漢時聽 radio 嗰啲伊個樣嘅講話是真加 British 嘅 pronunciation 嘅嘛，嗱冇咯，當見講話。伊人較suka激伊個美國嘅。嚇，你冇聽 confuse 啊 ，because 伊個讀嘅字你個伊個 pronunciation 是 British pronunciation，但係 accent 個比我美國你知道？好啦。我顯佢啊 ！RTM Rangkaian Biru。
我聽到我是就 check 嘅，誒，安怎我 confuse 佢，安怎人讀成個 American accent？哦，咁了大行是少年少年嘅人，I think 是對美國，I think 是唔是media influence 定啊？哈，你就知啦，70幾年時，咁了伊戲啲電視機嘅戲，咁了是美國嘅戲嘛。特別冇啊！細我咪是70幾年出世，我聽係 news 嗰咧是 BBC 本來一啲 news anchor 嗰咧讀本是成個British accent 咧，即係 radio station 會咪是成個 British accent，特別嗱當然變咗美國人嘅。迄個一句Barbie 係咩物件來的哇？來I guess 哦，來猜一下。這是迪孫。Charlotte 個有，這是試喊來啊！哎呀，佢哋試喊來，哎呀，我嘅你。唔是 Scallop。Scallop，哦呀。Scallop 了有豆瓜，個伊即係，哇，羅款嘅向，就講啊向哥。這是隻誒，冇人講唔對，我頭啱我講嘅是係你Scallop 嘅是 Barbie 嘅小英，唔是。哦，唔唔是南西是要喊呀，南西是喊咪啊。唔是喊來 Scallop 來本。哦。Scallop 來本。哦 ，Barbie 嘅小英嘅聲呀，你是。如果你少旁邊咧。我走緊。哦。他們是 Scallop 係咩嚟嘅？Scallop 是最近新加坡見出名見嘅 restaurant 叫做 Andre 咯，真濟人排隊咯，價錢死袂險咯，死袂貴。即新加坡人食物件，佢咧是有影名聲嘅，本來我看人。你食安尼嘛會飽？你食了可能去麥當勞食可能。我食安尼款啊，我介一半本啊。等陣我講，頭先就係 Scallop 是係你啦 ，Scallop 是見唔是 Scallop 是更了豬，福建話更了豬，帶子，更了豬啊，帶子，誒，啲帶子是 Scallop 啊，誒，蓮子是豬香啊，唔是蓮子，帶子啊，講個一道多龍，講個餅，帶子啊，唔是，帶子。我成帶子，冇我是叫更了豬啊，哎，你帶，哦，更了豬是帶啊，你帶個意思係咪？我講嘅是多料嘅啫。fresh 咧 fresh 嘅係菜是喎。冇，海鮮嚟，是海鮮嚟。啊，海鮮，呢是一粒嘅時候，上加你你想邊邊咧？像潑，像個潑安尼款嘅時候。一粒一是一粒嘅時候是一粒一安尼款嘅時候。對。呢是有咩顏色？是叫色有咩顏色啊？是咩顏色？白色嘅。白色啊！伊個橄欖豬是白色啦，咧伊特別伊 usually 有一啲。即係微調嘅，呢，即係微調嘅。哦，色啊，你當佢嚇。包調嘅。哦 ，Scallop 包 bacon 包，誒，你去吹一條正來可以看啦。來，我有。吹。除咗係攞單啫。吹一條正 fresh scallop 伊個往時邊啊個。伊樣呢邊夾海機應該。我呢邊冇賣啊 scallop 啊，多粒嘅啊。呢時候你嚟切蛋嚇。切蛋蛋，你係淡薄誒 pepper，你去煎呢，或者點樣去煎呢？喺外口garing啊，裡面個嫩個真好食。嗱呢個咪係咯。嗱，哦，按照看起來像個係你紙盒啊，你講。較大。特別Scallop是較細啊，伊是即 Scallop是較大粒是啊。紙盒是較細粒。要當嘅，即係細粒。我炸掉咧。是啦，我看你去迄個Western food 伊人條有嘅是哦。對。是放條一邊條有好多人食嘅。如果伊 main dishes 入邊有是 Scallop 啦，我看過啊，應該是有。人當人佢就是個嚟炒菜。OK， so 啲葡萄牙是講 oysters 喎。
唔是啊，所以你看到這個有寫咧，看起來真小香嘅。冇香 oyster 啊 ，Scarlett 冇香。oyster 啦，oyster 成個淡嘅咧。其他咧嘛是迄個公油翅啦。小小有一個劇嘅。乾料豬嘅 fresh 乾料豬啦。 I'm on the other line. 啊。I'll ring you back. You're gonna be there for a bit? Yeah. Okay, I'll ring you back. 誒，可是 Bye. 空嘅。就係就 ring you back。ring you back。我該會啊，係個條講下面 I ring you back。冇啦，我係 B 個朋友。煮下面菜。嚇，就是你講就是個煮咩菜？安裝是自煮安裝的菜。哇。OK， 我是我講聽我嘅阿毛翁咧，伊是個食幾行等人食物件，頂住伊早落就是伊人無咪好事，無夠困咧，淡薄人抓淡薄，伊叫我煮，伊講 cook something nice，什麼嘢冇嗌咪，伊講係食糜喎。แล้วว่าจูมีก็เนี่ยว่าจูหมอยเหรอว่าจูแบบหมอยว่าตัวแห่ว่าอย่าง rice cooker แล้วว่าแห่นอกกล้องในบีแล้วว่าตัวจิกchicken stock จะคือจะไม่ chicken เดี๋ยว chicken stock แล้วก็แกะจุ้ยละแล้วว่าตัวกุ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นเนี่ยอีกุนเนี่ยสิว่าตัวแห่ด้วยจะเป็นอุเบsausage sausage บีก็ sausage อ่ะ佢哋多條多條呢個係實質做多條嘅。呢個咧 sausage 是煲，呢個是 sausage 是八嘅。伊美國伊人嘅 sausage 是杜巴嘅，假如我冇想話是幾百嘅是杜巴嘅。嚇，伊杜巴，แล้ว伊 actually 是成個拉巴錯呢，是講要攪拌料入去，要飲啊或者混下面嘅料啊。所以我往早起人啊冇人食呢，伊是嘅嚟切一片一片嚟嘅煎呢。特別我夾喺你櫃條咧，我都夾頭咁驚到 cut 咗把碗咗咋。所以伊用煮嘅呢，已經有係飲啊，有係面到起啦啊。所以你只cut頭咁驚cut到去一糜落面咯，滾隻誒，變做把糜去咯。咁我煮把糜係只一件只，伊個是個只有一種一隻件只我嘛煮，我嘛來煮嘅是一件只，就是你在伊是把碗，你煎把碗。你又把醋嘅做把碗係隻女嘅，係淡薄豆豉粉落去，แล้ว係學椒粉淡薄鹽淡薄豆油，แล้ว叫เรา做把碗一粒你嘅去煎咯，煎แล้ว你就夾起來，แล้ว就炒大粒葱，แล้ว平時時你可以使夾煎咧橄欖豬啊，一顆橄欖豬煎一夾起來，แล้วทำยังไง？你講成個係麻豬嘅，香成個是豬嘅你看。嚇！แล้วใครลูกปังตัวตุ้ยจิบขีลูกผ่าล้อแล้วลูกอ่างสีใส่แห่carrot cubeสิอะไรปีอะไรแช่green pea เดียว成個你麻豬嘅啊！成個係麻豬嘅，成個係麻豬嘅。嚇！我嘛是豬呢，我 Bruce 是只煎隻嘅咋？伊特派講，can you make the meatball soup for me？ 伊叫 meatball soup， แล้ว嚇我就是伊是個食咯 meatball soup。佢這是成個 stew 嘅你看。嚇！成個 stew 我是個食 chicken stew 本，我麻豬 chicken stew。我食白骨地，我食白骨地。哦，白骨地嘛？你食白骨地，就一點冇食白骨地。你是白樹嗎？我食白骨地，只有會食。我最愛食白骨地對啊，我最愛食白骨地。你白骨地是個食咩？冷氣嘅時這應是白骨湯了啊！我夾依個白骨浸起來了，下啲裏邊隻水，下一個長頭，就下一個蒜頭，然後滾嘅時你下ถั่豆裏邊。可以ถั่豆女哦，然後你食時啊，一擺嘅女就一個女，運豆油啊，冇就都滷起嘅，係是一滷起嘅，走好食，走 from 呢個骨嘅，你們 Q 本嚟嚇，一骨嘅搞出來 ，Q 嘅自己滷嘅，好食咯喲，我食，大媽葡萄嘅，你講你是個食白骨地啊？你白骨地是你是叫咩？你是跟他叫白骨咧，還是你叫白行？白骨啊，花白啊，嗰有啊，像花白是三十八啦。菜我講叫伊買飯菜啊，講我就是愛白骨，骨就愛白有骨嘛，是愛買有菜嘛，唔是
唔是把菜地是白骨地啊，嗰種。我講你自己係第一路去哦。誒，我咪你啊，你下邊食誒白骨茶是黑嘅，是白青嘅。伊是黑色嘅，是黑，伊是有嘅人，伊人賣白骨茶哦，伊人是啊像，伊是買迄個包裝嘅，包裝變了，伊人就放誒白起來，煮了就互人食，毋是家己做嘅。哦。啊像檳榔有嘅，伊是一盒一盒嘅你看咧。啊哈。檳榔有哦，是像檳榔白骨茶有。你買了是一包一包嘛，你就放起來燙來，伊滾了就會有味素了，是放豬肉啊，放啊排骨啊，是哦，你放落去咧，使食了誒。伊咱無家己做誒人。你不要家己做啊，到厝是邊買一包。commercial 白骨茶是 commercial 誒。啊，你去食呢？啥物啦？你去食是頭滾起誒。啊，安怎講？你不要，我講你家己去食是頭滾起誒，頭家己做個了 from scratch。家己 from scratch。就是幫配。我聽到是就是幫配的嗎？哦，我想你幫配。我話做咩 blur 安尼 romantic 嘛？講下個呢嘅叮當唔是南西講你白食過你老狗腦唔是？呀！後尾老狗是？南西講你食過係咪？唔是老狗嘅嘛？exotic 嘅。哎呀，你講食啊老狗嘅腦？我捌食過甘冰嘅腦。我食花鴨，食絲甲爪，我食紅薯，我食爪。Oh my god！南西有影我咧食，你是食爪咯？食咩？真係食，你捌食過啊？呀！我捌食過爪本啊，我捌食過爪本啊。爪做嗰個粥咯。你爪成個糊呢？哦，爪。哇！成個糊。你食一塊你本個哩了，抓是個抓。伊就煮咁軟軟綿綿啊，咱看會到。篤菜牌啊！特別迄個啊，我捌食過迄個啊，迄個叫咩啊 ？alligator 叫咩啊？鮑啊！鮑魚我捌食。鮑魚冇食。我捌食去迄個。哇！唔是 alligator，I think crocodile 啊，去上地位啊。哎呀，香啦，alligator。crocodile 學嘅話。大隻較細呢。學嘅話叫做 crocodile 嘛。crocodile。呢架抓碌架次啊？喲，買嘅哩。呢架抓是係咩？Komodo 啊？呢架抓是Komodo。Monitor lizard。Monitor lizard 啊，是啊是。Monitor lizard，哎呀，你係咪隨便食呢架抓是食三巴嘅？係因為我係馬豬嘛，食三巴，你會食一把啊？等陣。英國政府食呢架抓冇食，英國中。伊係馬豬嘅。我冇食，你看你物件，我冇食呢架抓，我冇食。白賴。冇隻白賴 ，Flying Fox 係咩啊 ？Flying Fox 係胖豬，唔是啦 ，Flying Fox 係 bat 嚟啊 ，bat，學嘅話是咩？別波，唔係啊，別波 ，Batman，別波 ，Batman，食 Batman，哦，食 Batman，你管個抓骨啊，伊個白本是硬嘅啊，呀，geli 個波斯，啊，真係看到啊，你不 geli 了，食白白嘅咩人？食咩白？唔使。白白。呀，白白咪啊。白白有食，白白英文白白有。白我白食。高吧。啊，那白人食過嗎？誒，艾倫唔是食蔗咩啊？英國中。嚇？艾倫唔是食蔗啊？係啦，艾倫係嘅。冇，我。IKEA 嘛，那時去 IKEA 食過伊個面包嘛，是不食過白白咯。喂，個舊英，實惠咧，實惠冇白白食過。英國中講咩？法國嘅人嘛食咯。哦，法國人食咩啊？嚇，我個舊英嗰隻法國嘅人，咧我去吹人先，因為好我食伊白白喎，伊無煮嘅，是煮嘅就冇。特別伊食起來好食，你參加一個上加一個醬啊，上加 Thousand Island 嘅醬，你係啲味啦，你係巴士，你食個 roti 鋪嘅 roti。即係夾巴椒啦，
有沙西米。沙加，是唔是叫爸爸椒啊？爸爸椒是唔是咧把對做邊邊那些哈？伊把棒做邊邊那些青啦，唔煮誒。青แล้ว你食無味誒，無味做一個免驚。你青了出驚未味誒。呀，麥當勞。我有一個講啊，我有一個講伊食誒啊，伊講佢做佢一波，做佢較少年。你唔講是愛個椒白白裡面嘛，你食咧亂。是。哈，你食一喙了啉一喙。誒，咱講紅谷啊，咱講厝內面煮嘅物件啊。我諗話是啲最煮嘅啊 ，John。就是你看到厝啦，你去咧啊，英國中嘅老公厝啊，看到人厝啊去掠來煮啊。甲做啊嘛！我煮絲甲做咖喱，我食嘅。你嘛嚇？你有水啦。哎呀！誒，絲甲做嘅。胖豬是。幾日啊？我看到我姨丈睇啊。絲甲做啊？是伊家是舊里包轉來，伊去生轉來嘛，伊有家己嘅山嘛，所以生轉來哦。你有影是腳也買哦，看到伊腳哦，細漢我看伊腳也買了，伊頭也配，反碟裡面搞咧，我咪煮湯咯。你幾配嚟做 handbag 哦？冇啦，唔敢做布。誒，伊攞支卡劍到一頭嘅。因為我咱是甲煮物件嘅人哦，是甲講煮互人食。冇是甲。我是甲做人食，無是甲自己食。是甲因為人來煮哦，因為人來食。有。我就是甲。啊，你好啦，或者 next round 時你 invite 佢，我你去你厝。就是他做人家啦。就是卡抓啦，鳥厝啊，人家做隻鳥厝是搞抓。你成家係你食野味啊，食野味。我成家係你啊，味是叫咩？味是叫咩？亞味是話亞味叫亞。即係你Australia喵票喎，係你。啊？Australia 咩？Australia 啊。Kangaroo 啊。食 kangaroo。你 survivor 食糖。食糖啊！啲人食 kangaroo 係。啊，嘅喵。即係得食 kangaroo。特別我啲廚煮哦，放鹽嘅咯。有冇鹽啊？我冇放鹽嘅哦，我冇放鹽嘅，特別是交俾我夾得嚟食哦。所以頂住啊，市政樓加成格嚟食，唔是？樣食了啊！我甲人講。但是你食愛個了是多得你無鹽嘅做，樣個香魚嚇。你係豆油誒？你係豆油？我冇係豆油誒，上個我係湯哦，我是放錢啊高料咯，上個係杜骨啊，我放個蔗咯。啊，杜骨我放個蔗了，意思講放個高料啦，料個了足足咯。你伊味上高嘅，你放鹽你放味精嘅。只要你放係豆漿啊嘛，你就唔需要嗰再放。係啦，豆漿裏面有啲鹽咩？豆漿就係熱鹽啊嘛，冇啊，朋友放豆漿個放鹽嘅咯，燒嘅咯。伊講一關係樣冇法未食。特別而家到處煮我係較少鹽咯。我是把路我是直頭索咗燒嘅，是冇辦法，迄個菜是有影愛用嘅，我甲用嘅，我冇用嘅。豆油我就少用，豆油是豆油吧 ，of course 有啦。我是個食豆油誒，是食你真好食豆油。我講你係老媽子嘅豬肉粉嘅店嗬，伊個豆油真好食。你頂住我去不記頂住食啊！對。豆油真正好食啊！我豆豆無湯嘅對住咧。你叫我就食到就真冇想嘅。你去不記頂住是迄個126是喎，你去那邊食。對，126對。我不熟家己咩，伊個河真好食嘅河。對，頂住嘛，我去食咯，這啊不讀嘅。我看咧小英，我有看到。你去啦，係嘅。真出名。是啊，真係出名，伊真濟人誒，伊到波是講，伊下到點2點，真濟人誒，伊滿我家了誒，伊 tourist 啊，伊做迄個。bus 啊，伊真濟人去食誒，伊 service 個好誒，真出名。伊 service 一支管阿見誒，一支
哈，你免当姑姑诶。啊，對，啊，一隻快。你是當面把行去嘛玩咯，運動誒。但我啊，我有見過誒，有誒，我去 KL 有見過誒，條有誒。哦，Kara Highway，所以你是往 Kara Highway。啊，highway 對，Kara highway，所以我當時講，但是甲食飯了，我就停去邊食啦，停去邊食啦，食飽了就去 KL 咯。哦，誒，我不當那時有對 KL，我特別對下邊食。會使，我咱鬥陣去食。會使。KL 成日正嘅食個，唔是邊㗎？食正。我係去 KL 嗰隻正邊嘅食，誒，南西小笨笨啊！咩事啊？唔知嘅本人食啊？知道我對係去 KL 食。哦。OK， 小蛋啊！我近下杜巴碗本食死路啊，路正㗎，杜巴碗就講，字都講老媽字好隻，骨渣字好似啊個咯。我老媽字我是個食下面就，我是個食100萬就好食，然後伊個頭粉啊，我是叫大嘛，伊是伊叫你豆油嚇啊，該胖啊，伊個把油泡，哇該胖，我食我會食去啊，我平時我冇食，我平時粿條啊，係咪叫我冇食料嘅咋？我係你我食個料嚇，頂住我去係咧一間啊，名咩字牌啊，名就咩去。阿真接個真好啊，咩字牌啊？名咩去啊？叫做咩名啊？我未記啊！我講到啲檳城路只出名只係你紅豆生有係菜園呢？哦，想食貴嗬？先生利唔是啊？字牌啊！我知哦，到啲檳城啊，吉成掉，是吉成哦。實是吉成嘅是唔是吉成會被人鬥生還是點？哦，哈，對，佢嘅吉成嚇，伊個粿條湯啊，好食哦！在英國中路有食過哦。哦，真係食到了，真係好食。伊粿條湯真係好食，伊粿條個介軟，然後伊個特別你無食白來啊，伊個杜瓜個好食，伊粉腸個好食，我叫個了參白來，哇，好食哦！平啊，我可以試能查某味。我講安啲你買係杜瓜，你買係咪？係啊先，伊講阿無你免食半行啦。打行我搬買，誒好食咯，一打，我食個我食個了食個大啉咪湯，係你是我 the second to the last meal 咯，我特別靚嘅事。啊，哎呀，極是咩事？隻鴨嚇，都係整，冇乜嘢。哈，特別我全部都被堆了，哈哈哈！誒，你翕相，你放相應該有人看啊？哇！個叫講緊安尼，我去食啲可以味個臭頭嘅，我講咪放啲行咪放啲行，我講好似隔離冇放，你咪放你咪食啦，你走啊！你咩嚟食？冇，你使放英國中加葡萄嘅加白別杜曬，傾白白食飯哦。半嘅啦，半。老真係厭尖啊！benefit 啊！對，我能食嘅了。benefit，白別杜冇食飽，我冇食菜。哇！冇食菜，你冇食飽，你冇食飽嚟，都我夠掂。我跟南西羅人啊，是隔了唔嘢咁食。隔了食。你人買食咪隔了忘食嘅了。我是食隔了誒。嚇，你愛食咪叫我能食嘅了。哦，我講死，我不到啊，新。講到食啦，安尼看你較好咯，就有。若是講哈，上個樣你看你囡仔啦，你若是講啊，蝦米物件本無食啦，你帶個去倒落啦，你食隻鴨咯，伊樣本隻鴨，伊樣蝦米本未食嘛？歹吹。看咯，隻啦係啊，伊囡仔啦，伊嘛無食物件，伊囝未使食，伊囝無食哦，哦，你未使食伊講，伊囝逐人出門啦，會曉干那食隻蒜沙我泡面。啊！我啦，我冇食過嘛。唔是雪人sau啊，我嘛食白來。火瓜叉類啦，แล้ว脆類啊，佢哋唔食㗎แล้ว啊。應該都我驚那時就到咁樣出去呢，我驚就隻聽我咁樣出去內成走了嘅。Actually，英國都買隻物件嗬。我對是啊，我2年前我對馬來西亞我。佢喺出物件，我講2年對伊都坐喺去食迄個物件。
我都出来袂使煮会着的物件，你带我出去食安尼，我迄物件。特別食厝內煮嘅囡仔吼，較無你經食我垃圾，是唔是？来煮的物件较好啊，對，你知咩事来喎？煮的较好。因為你煮嚟煮厝嗬，內煮嘅囡仔食特特煮的豆啦。無 MSG，我来煮的無啦， MSG。你甲會使講近日，你會使經埋講，OK，近日我煮下面互我嘅囡仔食。你會使家己去炒迄個菜物件嘛？你去後口哦，你坐落來就是食啦。我阿丁個是伊樣味道無相誒。外口你會食嗬，樣叫死叫上一項物件愛見食嘛。你到厝內面你就是煮邊來邊去啊，無法度就食嘛。無限經我是就食咯，無法度咯。誒，我問咯。厝內食是 original，迄個外口食伊人加料了誒。係啦，那是除非你大個頭款咯，除非你大家英國大家即係葡萄牙啦，你大家葡萄牙嚟講，你咪是食咩見面咯，大姐。你食嘅菜，即係菜，菜好，家己好你食，我冇食，冇家己手咧，家己食。好你學家己。英國中啊，你一定當時我是跟南西啲講嘅時講about MSG 物件是。你講 MSG 有人講啊，食 MSG allergic 是你講唔會食。哎呀 ，bullshit 啦。MSG 係咩嚟咧？你講 explain 嘅。MSG 是啲古晒。Monosodium glutamate。Monosodium glutamate 是amino acid， amino acid 是 the building block 和 protein。但係 protein 冇 glutamate， 你入邊先菇本有 glutamate， 你乜嘢 allergic？ 你乜嘢 allergic？ But 依個 process 係按照 process。MSG 是冇問題，但係我人馬來西亞。係咪是問題 ？Problem。冇 problem 因為有 problem 係咩哦 ？problem 係做 MSG 嘅迄個 process 啊，但係人伊加了真濟，唔食夠貴行落去嗰度。因為馬來西亞真濟啊，外口嘅 MSG 哦，要走去大陸買的。哦。唔是日本嘅，冇想一定買我人食迄種日本嘅 A 字頭嘅嘛。好料啊！阿姐都冇對，我知道嘅嘛，咁冇。特別馬來嘅嗬，因無買即因為貴嘛。yang kibe itu bu brand ni si pau nasi langau beja MSG 呀，你講我聽，哈咪數啊，人嘅血啊有 glutamate receptors， 哈咪數。應該只是樂觀事啊，呢只是樂觀事啊。對，是樂觀。我總之食我烤白滷醬脆打，我是食我烤嘅。特別係你是 sodium， 係你是 sodium 嘅數。你那是食 monosodium glutamate 小姐，係是唔是一個 glutamate 嘅數？是小姐 sodium 做好你血管。誒，因為伊做，人食物件無 sodium 本袂使嘅咯。我就冇啦。對，你都會有 sodium， 你若是無夠 sodium，你會血無，你袂叮當嘅。muscle 是咩 ？muscle 人會血，雞巴，雞巴。你係 muscle 係條 gram。條筋。條筋。無夠 sodium 係條筋咯。條筋是 gram 咩？是啊，條筋唔是係你 gram 哦，是啊 gram 對。英國中伊會影響到人嘅 nerve 嘛，但是講人無食鹽嘛。哎呀，死啊！點鬼正啊！跟住話，食 banana， 食香蕉，食 banana。係你唔是 sodium，係你是 potassium。條筋咧食 banana 會好啊，是啊。本是 A 本。我咪梅葡萄牙頭一擺起來嘛，我未記得，我未記梅喎，卡開剛下就可梅。哦。葡萄牙你頭一擺聽到邊啲學件是幾時？我頭一道聽到啊，頭一道是應該有2年了咯，2年我是，你是講幾個故事啊？應該是。嚇，你安怎聽到呢？我其實我是 Facebook 我是愛找啥物物件，我是愛唔知愛找檳榔啥物，我找檳榔。我驚你，是啊！我驚你，一個檳榔 podcast 啊，是啊！我未記了，我是吃檳榔，我應該是一吃檳榔嘅理出來，伊就有即檳榔福建 podcast， 我就curious，我就起來去看是啊，去看
安怎有 radio 聽，我看安怎有 podcast 聽，我就講幾個故事是講啥物厝啊？是講幾個故事，如人我講有還阿囝啊，是我袂記了，是我頭一道聽是。有厝誒，有就是毋知啥物厝了，毋知啥物厝了，我袂記了。應該是有兩年了誒，所以我就聽，而且我真好聽哇！像我有講幾個故事啊，有講食誒物件啊，是我真濟物件聽，我就聽。哇！像無物件做是 office 我成了，回來聽1點鐘啊，2點鐘，哇！慢慢有物件做了時候，就較聽了。你聽咧是你以後聽咩？我人講邊咧學見？我頂擺我點是袂曉聽，是講我是聽久了就慢慢會知影，我邊咧學見啊？你講是哦。我朋友那是上加豆嘅，是講我想，有人講起，伊講去啊，之後我就慢慢去聽人講了，慢慢學，你講個時候。所以你聽2年啦，慢慢學啦，學啊當見加來啊啦。是有嘅時，我聽是講。阿 John 講嘅時，我有嘅時我聽無，因為阿 John 講較緊是哦，較緊。所以有時我聽咧，我是講live 無啥 live 做，我頭講我唔加去 John live， 因為咱就講是一擺過嚟聽了嘛。就是講 podcast， 我聽無，我聽袂曉嘅時，我會使 rewind 時，我聽一擺，個別個 rewind 時，我聽2-3擺。哦，就聽。你講你人 rewind 好你買當機。免啊，教啊，當劍 so far still OK 啦，是講爸爸學。來啊，教啊，當劍。你是搭住人嚟介紹，但係我講你是葡萄牙人嘛，葡萄牙人了。其實我是這邊，我出生是吉隆坡嘅，但是我father一直來這個北坑做工嘅時候，一直做政府嘅工嘅，所以政府嘅工一直調來調去嘅時候，所以調過來北坑了嘛，北坑做一人都我就住喺這邊了咯。做到加馬路。有你厝人是到北坑，家己開始到北坑啊？北坑是家是到北坑是，我媽媽唔是北坑嘅，家己唔是北坑嘅，一人都咧。你嘅爸是，你講你爸是葡萄牙人，是 Malaysian 葡萄牙啊？是 Malaysian 葡萄牙是，我阿公是Seremban 迄邊嚟。Melaka 嗰有一個是Portuguese settlement 啊，是哦。是講，那是我爸去 Portuguese settlement 有真濟人捌伊嘅，因為伊古早是像啲band 啊，是有去做 band 嘅，去 play music 嘅。所以講伊人會捌伊啊，因為唔是講真濟迄個葡萄牙人嘅時候。所以講伊人會捌咯，伊人會知影是哦。所以我人就到馬路啊，到20幾年了咯。頭你來時是叫咩名？我未記啊。你直叫我講你是Portuguese，我直頭叫你葡萄牙。我笑袂到一個花名，你講哎呀，我是。我是講葡萄牙，是葡萄牙凊彩啊，會記嘅，會使了是哦。一定係寫喺 A 嘅時候。你頭來時，你是甲我講你名嘛？你正名，然後你甲我講，你唔使甲我講你華名做咩 ？Edward 是啊，我講 Edward 是啊 ，Edward。你直甲我講是 Portuguese 啊，我就一頭叫葡萄牙都掉啊。我不是有啊，有人本來看叫我一直叫我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叫你葡萄牙。我頭先直接講了，伊講伊無出個食葡萄牙，是英國中是哦。葡萄牙伊講。我問你正當時係時候，有人你看你搭你葡萄牙整啊，你有人寫衝地了啊等。古早唔是講真正濟啦，因為我頭先我是講我教我一個朋友，我人是講我人因為是相像嘅。一個是白，一個是黑啊！你講我就，一個是黑，一個是白嘅時候，我人就假裝去嘅時候，講有人看到講，除咗白嘅，唔是黑嘅是白啊，為咗要除黑嘅，唔是除白嘅。你講，所以講為咗一般白掉嘅，唔知啊，有時我人看起來，就看起真相像是哦。你變相特別是你較黑，伊較白啊。但是一個是白嘅，一個是黑嘅，伊人就分別出時候，一分別出伊就講，迄個白，伊面白白嘅，
是啊。你嘅 culture，你家己啦，你感覺到你嘅 identity 嚇是差唔多邊你對住你爸邊葡萄牙邊嘅方式加等你媽邊較等來。羅只咧。羅只啦，差唔多邊喎。因為我阿公，我出世嘅時，我阿公阿媽應該是過身了嘅，所以講所以我是講我是對我外媽較濟咯，是啊，所以我是後生是對我外媽咯。哦，你較 identify 較濟個等人過你葡萄牙。因為我是講話我細漢嘅時，我就是去我外公嘅店，我一直開咖啡店啊，我就做第一咖啡店。伊人客來講，有人就講福建話，有人就講廣東話是哦。我就慢慢我有時我聽無人來，有個老人家伊人袂曉講啊，伊人是講唐話，伊人袂曉講嘅，伊就是講福建話，就是講福建話，爾唐話伊袂曉嘅。所以你甲伊講唐話，一般答你就答福建話嘅。我就講是咯，我袂曉聽，叫我外公來咯，伊講袂要緊啊，你慢慢聽，你就會曉了。因為我外公是講海南話是哦，所以海南話加這福建話有淡薄是講是接近啊，有是講真正相像，但是有的字不是有人講法是相像的。你咪微話話咯，我就重新咪知咯。微話話樣啊，我海南話真係袂曉講，我唔知安怎是講。我細漢時，我就是學甲福建話我就是講就福建話、客話，還有這個海南話，我就福建話會曉爾。海南話加迄個客話，我真正是10%。你曉講Portuguese？Portuguese袂講，無人講袂曉講。我阿哥伊會曉淡薄啊，因為伊有去學啊時候，伊買迄個冊時候，伊買迄個冊來看。哦。伊是去popular 應該是有買迄個冊來看。但係我甲伊講Obrigado 伊袂曉聽咯。哦，Obrigado。Obrigado 是啥物？真係袂曉聽。感謝。就是啥物話是葡萄牙話。Portuguese 話咯 ，because 我講為咗借Brazilian 咧，伊人不是講 Portuguese 嘛。對。是 Brazilian 伊人有是接近咧，伊人講嘅是人。所以我頭先甲你講 Obrigado。伊想你講只 gado 啦，頭先。我小派，我成日小派。咱這條搬咗攞出啦，就咱講緊等，我未必到咯，啦，其實特諗唔是有 Google Fiber 啊，肯定。錯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啊，這禮拜特別嘉賓呢是臭豆白梅加嗰陣雞啦，แล้วก็葡萄牙咯，แล้ว新疆葡萄牙，แล้วก็英國中啦，個英國中嘅kitchen係嘛，แล้วก็南西州片，แล้วก็隻菜barbecue。食菜啦，邊度？食巴係葡萄牙，食巴係葡萄牙對啊！食菜啦，邊度？食巴係葡萄牙。咁我像伊名，伊是食菜人啦，特別伊名barbecue啦。你食巴人咧個葡萄牙喎，你看啦，個了是都好冰嘅嚟食巴。感謝大家收聽，下禮拜再見嘅，拜拜。OK，拜拜。